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仔是12月初8。提摩太后书2章19节到21节。上帝地基坚固未摇动。顶面有刻字讲：主捌属伊的人。佮讲，求主的名的人，拢着离开不义。伫大间厝内，毋但有金甲银，嘛有茶甲肥的器具，有的做油的，有的做醋的路用。人若洁净家己，离开这粗俗的事，就会成做贵气的器具，圣化予主来用，通准备好势，做逐项的好事。保罗勉励提摩太甲当时的信徒，就是上帝要成做咱坚固的地基，来无摇动，因为主是捌属伊家己的人，所以今仔每一个求叫主的名的人，就拢爱离开不义。因为亲像起造大间厝，有的人成做金，有的人成做银，嘛有成做茶甲肥的器具。伫无同款的器具中间，拢是爱成做有备办，通来为主所路用。所以保罗劝勉，就是人爱有清起家己，离开遐个粗俗、世俗的事，安尼才会通成做贵气的器皿，圣化，予主来使用，通准备好势。来做逐项的好事。愿主赐咱气力，予咱会通行伫伊的心意中间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